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做一條關於 Units of Activity Depreciation Method 嘅題目。有間公司喺20X1年1月1日用18萬購置一部生產機器，估計使用5年，預計生產時數為4000小時 ，Residual Value 係2萬蚊。題目要求我哋用 Units of Activity Depreciation Method 去計每年嘅 Depreciation Expenses。下面張表就係每年實際嘅生產工時。依家要我哋計20X3同20X4年嘅 Annual Depreciation Expenses。首先我哋睇一睇實際總共用咗幾多 Production Hours。如果將5年加埋，原來總生產小時係8000。咦？明明預計總生產時數得4000，而家多咗1倍。咁計 Depreciation 嗰陣，到底應該用8000定4000小時去計呢？重點係呢個4000小時係公司喺買入機器嗰日對總可用生產時數作出嘅估計。題目亦都冇講要修訂估計，所以按一般考試做法，我哋計 Depreciation Charge per Unit 嗰陣會照用4000小時。換句話講，部機只會 depreciate到累積用滿4000小時為止，就 cap 咗佢。即使之後仍然用得，會繼續用，但賬面上都唔會再 depreciate。咁我哋第一步就要揾出部機係邊一年用滿4000小時。20X1 年用咗600小時，20X2 年用咗900小時，頭2年加埋累積咗1500小時。再加埋第3年就係3000小時，去到第4年全年實際用2600小時。如果照加落去，累積會變5600，即係已經超過4000小時。所以可以肯定，部機係喺20X4 年入面使用達到4000小時。而因為20X3 年尾已經累積3000小時，所以20X4 年只剩返1000小時需要 depreciate， 其餘嗰1600小時就唔再計提 depreciation。原因係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唔可以令 carrying amount 低過 residual value， 所以要 cap 住。揾到 cap 位之後，就可以正式計 depreciation expense。首先計 depreciable amount， 就係 cost 減 estimated residual value， 即係18萬減2萬蚊，等於16萬。下一步就係將 depreciable amount 除以預期嘅 production hours， 再乘返需要 depreciate 嘅小時，即係喺20X3 年乘返1500小時，20X4 年就乘以餘下嘅1000小時。答案就係咁。你亦都可以復檢一次，用滿4000小時後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就係16萬， carrying amount 會等於 residual value 2萬。而家俾多條題目大家自己試下，可以先暫停影片，做完之後再返嚟對答案。首先，計算 depreciable amount， 跟住再將 depreciable amount 除以預計生產量。呢條題目有個 tricky 位，題目俾嘅係預計每年10萬張，用4年。咁我哋要用嘅其實係全期估計總用量，應該係10萬張乘以4年，40萬張。所以20X8同20X9年嘅答案係咁。呢度可能有同學會問，既然題目話預計每年都係10萬張，咁用 straight line method 係咪都得？唔得，有2個原因。第一，題目已經指明用 units of activity method。第二，其實呢部機器嘅磨損主要取決於實際使用量。
所以最適合用 Units of Activity method 去計 depreciation， 而且題目亦提供咗每年嘅實際用量數據，正正就係俾我哋按用量去計 annual depreciation。想重溫 Units of Activity depreciation method 嘅重點，可以撳入下面條連結，有機會再講。搞掂 BAFS，隨身學，隨心聽。